龔嘉欣有拖拍係開心嘅，但同人夫就唔得咯。好彩件事唔係堅嘅啫。不過唔食人夫嘅例子，娛圈都有唔少噶。富吉利的士攬住肥叔叔 ，Mandy 了誤溝洗米華。2年前 ，Mandy 被影到同洗米華出雙入對，之後仲傳出緋聞。洗米華被爆係人夫之後 ，Mandy 依然冇放棄，除咗喺微博自爆戀情，仲暗示唔知洗米華係人夫添。之後點？唔係仲要講啊嘛？富吉利除咗今年1月被爆同已婚富豪莊天龍暗撻之外，最爆嘅梗係有米人夫肥叔叔啦，仲要哇又攬又啜，真識食啊！不過講到最無辜嘅，都係大夢夢啦。15年被爆同太極鼓手 Ricky 撻咗之後 ，Ricky 即時被老婆力咗4宗罪。不過 Ricky 當時就堅稱佢哋已經分咗居，之後仲同夢夢愛得越嚟越高調添。每個港人都各有夢想，你嘅夢想又係咩呢？明星奧運會將於8月4日舉行，想同明星一齊做運動，快啲報名參加啦！